好，等我同你講呢隻拓撲數控7688究竟抽唔抽得過？業務係乜？商業航天嘅隱形冠軍。呢間公司唔係整火箭，而係專門整五軸數控機床，即係整火箭、飛機引擎嗰啲超精細零件嘅高精尖工業母機。佢喺中國航天航空五軸機床市場係一哥，市佔率有成10%。C919國產大飛機、長征火箭嘅關鍵部件，好多都靠佢啲機床生產出嚟，所以俾內地媒體封為港股商業航天第一股。簡單講就係做賣產俾淘金者嘅生意，增長潛力，食正三大浪。第一，國產替代。而家中國高端五軸機床超過80%靠入口，國家要自主可控，市場空間好大。第二，商業航天量產。以前火箭係一兩支手做，未來要好似造車大批量生產。佢啲飛龍家族機床，例如幫火箭燃料箱減肥嘅鏡像鏹床，就係量產嘅關鍵解方。第三，客戶夠江湖地位，客仔包括國家隊同頂級航天機構，門檻極高，對手好難入場。為想玩新股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夠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。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1800蚊迎新，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風險位有3點要小心。好睇唔好食嘅盈利，收入3年增長3成幾，但舊年純利得返162萬人仔，暴跌7成幾，即係生意大咗，但賺錢能力仲係好唔穩定。睇人面色嘅生意，近90%收入來自航天航空，而且5大客佔超過80%生意。萬一有個大客縮單，業績可以即時大落。等錢使嘅往績，之前2次闖關 A 股科創板都失敗，證明上市路唔平坦。加上今次集資有部分要用嚟還銀行貸款，反映公司現金流壓力唔細。中國航天業容易俾美國制裁。不過美國制裁反而變咗催化劑，逼到啲航天軍工客戶去美化，政策同錢都湧過嚟，訂單多咗，仲要係食正商業航天量產呢條水。不過制裁嘅影響亦都唔係全部正面，公司90%生意靠航天客戶，萬一客戶被制裁，隨時打沉，核心部件仲要靠進口，技術未完全自主，一斷供就企咗喺度，海外市場亦凍過水。最終結論。抽唔抽？短線嚟講可以抽客，因為入場費只係2666，加埋有高瓴、博裕、上海市政府呢啲星級機頭護航，市場首日孖展已經超夠幾十倍，氣氛夠熱，首日有機會爆上。但長線揸嘅話，我就建議等佢上市後睇定啲，畢竟盈利咁波動，客又太集中。而家108億市值，相對得5.8億人仔收入，估值唔算低。除非你好睇好商業航天長線故事，兼且接受股價可能會大上大落。一句講晒，短炒投機可以細注玩下，長線投資就等佢交出穩定盈利先再諗。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即刻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